业主厨皆可随意取用。啊，多谢陆师傅，多谢陆师傅。3天时间，这3天里，我一定会找出破解皇上考题的方法。陈峰啊，先送郡主回双叶宫。哥，你们也要养好精神，我们只剩1天了。陈峰哥哥，哥，嫂子就交给你了。还用你说？你睡这儿，没有被子吗？有披风。考题要怎么做呀？这里是，纯鱼？先把饭吃了，不然等一会儿就没时间吃了。没时间？你先吃饭，我去看看孩子。啊？